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聽3分鐘港股財經大事，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。而家係2025年5月15日香港時間下晝5點。今日港股真係似坐過山車咁刺激，恒指最後跌咗0.79%收喺23,453點，科技股就冇咁好彩，恒生科技指數跌1.56%報5297點。雖然中美喺日內瓦簽咗經貿協議，話要減低數碼貿易門檻，但市場反應麻麻，科技股朝早衝高2.3%後倒跌收場。北水今日再泵入300億，唔單止破咗今年單日紀錄，仲連續22個月淨流入累計超過6030億，真係破晒歷史天荒。板塊表現真係兩極化，互聯網科技板塊原本諗住做火車頭，點知騰訊同阿里股價分別跌0.19%同1.15%。雖然話頭3個月賺多28%，兼雲計算業務好過預期，但市場似乎唔多受落。生物製藥同新能源設備跟住微升0.92%同1.2%。注：新能源數據需補充，傳統能源股就慘情，國際油價插到61美金一桶，搞到呢個板塊要跌1.8%包尾。藥明康德今日股價升0.92%報63.8蚊，集團豪擲5.2億回購股份，成為今年港股回購潮嘅代表作，全年回購額已經衝破600億。市場暗湧處處，聯儲局話6月加息機會升到3成半，美匯指數即刻彈0.16%。最慘係裕豐環保被踢出港股通，股價即插9.7%，兼成交額爆15倍，真係睇見都心寒。聽馬美國出爐嘅零售銷售數據好關鍵，如果升到0.5%嘅話，隨時影響全球資金走向。聽日要睇實兩大焦點，第一係內地會唔會調整 MLF 利率，第二係美國零售數據係咪真係升到0.5%。技術派記住恒指支持位喺23,400點，阻力位喺23,800點附近。總括而家市場由科技股主導，但要小心聯儲局轉態同原油市場波動風險。本節目內容由 AI 自動生成，只供參考同教育用途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注：新能源設備板塊具體數據未見於股票表，建議補充相關資料。回購金額數據需確認是否與股票表匹配。